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伫议会受审。路加福音22章63节到71节。路加福音22章63节。遐个看守耶稣的人，甲伊戏弄，搁甲伊拍。因伊的目睭，问伊讲：“先知，你甲阮讲，啥人甲你拍？”因搁讲真侪话，甲伊侮辱。天光，犹太人的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聚集。因甲耶稣押去因的议会，甲伊讲：“你若是基督，就甲阮讲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若甲恁讲，恁嘛毋信；我问恁，恁嘛毋应。对现在起，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的正边。众人讲：安尼，你就是上帝的囝咯。耶稣应因讲：“我是恁讲的。”因就讲：“咱要需要什么证据？咱已经有听到伊亲嘴讲啦。”默想，当耶稣伫犹太人的议会受审问的时，耶稣是一步一步地接近死亡。就拄着各种的试探，一直伫方要求爱证明家己是基督，是迄个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。毋过耶稣知影，就算伊甲家己基督的身份显现出来，这个宗教领袖也是袂有任何的改变。安尼，这个显现就完全无意义。这实在是干那出自人的私欲，是想要看到耶稣惊心热。这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身份显现，因对耶稣毋是真正想要熟悉，所以耶稣所讲的话对因是袂有任何的效果。当伊无法度用信心来认捌耶稣，也就会因为因的误解来互耶稣最后行向十字架。伫耶稣行向十字架过程中，就要经历真侪人的误解。耶稣爱忍耐面对即款的误解。咱伫世上有当时也会因为咱基督徒的身份来受苦。咱敢也有耶稣即款的心志，愿意派去家己的十字架来忠心服侍上帝咧。咱三角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互阮通因为你伫十字架顶受苦，来互阮的罪得到赦免。你虽然是上帝的囝，却要求愿意家己谦卑，因为你知影敢若安尼。才会当互阮因为你来得到真正的启示，也才对上帝有正确的熟悉。感谢你即款的恩典，愿阮也会安尼来学习你的款式。当阮因为基督徒的身份来受苦的时阵，互阮来学习你迄款的忍耐，忠心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，互阮也通得到你应允的祝福，来甲你三角欢喜。阮安尼祈祷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